清洁礼妙之供品，即辟指清洁玉妙供，并没有说肮脏污秽之供品，因此绝不能将自己的尘根圣患等肮脏物作为供品。那这个方面不用解释，大家听得懂啊。或者好的青稞自己食用，渣子作为供物或磨成做神修使者等。所以呢，这里面因为宝珠仁波切在藏地他是藏族人，然后就是他那个时候写的时候，就是主要也是为了藏族人听得懂的方式，而且是藏族人的生活当中经常都是会拿来可以作为供养的东西，就是青稞糌粑那些比较多，所以这里面写的也比较多青稞糌粑那些。那么在青稞里面来说的也是比较好的青稞呢，就是留下来自己做，然后就比较不好的青稞磨成的糌粑呢，就是比如说修法的时候做多玛用的，然后就是这样，就是不太不如法的，那就是不够清净有极大的过失。广西噶当派诸大的曾说，故因自己享用新鲜的部分而将发霉的油饼、发黄的菜叶等供养三宝。那同样的，这些地方的话，也是我们会供水果嘛，水果、饼干那些，相当就是我们经常也是做回供嘛。做回供的时候，大家在来的路上呢，就是随便买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然后不是自己可以特别想吃的，也是比较回供品算了，可以买一点，这样也是不太好的。那如果是再到了一个可以买贡品的地方，先看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是哪一个，然后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拿来就是放在这个工作上头，你的功德就圆满了。供上去以后，这个不一定要自己拿下来吃，然后就是分给大家吃，分给谁都没有关系的。分给谁是不是你做了善，是事业金刚做了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就已经供养了最好的贡品，而且是已经放下了对这个最好的贡品的执着，这两个都达到，所以非常重要。书有蜡为或不败的书有灯作为神修或做成书有灯供养，自己使用习现的书有，致使耗尽福德之因，必须斩除。所以这个很重要嘛，对不对？这些呢，就是供养还是不供养，是应该是不供养是最好的。像比如说根本就不能使用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自己因为就是点酥油灯都是属于嘛，酥油是本身就是我们这人类生活中使用的东西嘛。但是它到了一个时间的话，已经达到一个不能使用的时候，已经坏掉了，不能使用的时候，你就把它拿来作为一个供佛的话，那这就是要消除福报而已，并不是说增加福报，所以这个是可以断除。同样的，做实修实质等是人应程度，应做成自己使用的一样，不能考虑简便易行而做成软绵绵的实质团。阿底峡尊者总说，西藏人不会富足，人们做的石子团太软了。那么这个来说到，就石子团是做多玛的部分，多玛的部分呢就是一样的，就是用糌粑来做嘛。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比如说为了要做的时间呢，就是不要特别的辛苦，就是用手来捏嘛，所以就是要软一点的话，那就比较好做嘛。但这也是一个不太行的，不太对的。所以阿底峡尊者当初说，藏族人应该不会有什么福报，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做多玛都是太软了，所以就没有重视，所以就会消除福报，是这个意思。此外，尊者又说，在藏地仅仅以水积累出的也已足够。印度过于炎热，无有西藏这样清净的水。如果自己能够精进，那么以供养精进的水来积累资料，也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所以这个呢，就是在阿底峡尊者就是相当西藏跟印度两地的这个比较，做供养做功德的这个对境来说的话，印度确实是到现在也一样，没有什么非常清净的水。印度的这个现在印度的矿泉水里面都有些矿泉水里面都是会有一些渣渣那种的，不是特别干净的。那当然那过去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讲的。那么在藏地来说的话，就是到处地方都是相当就是矿泉水一样的。水都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就直接可以使用的那种水所以就不需要经过什么过滤就可以直接使用的那种。那所以就是在这样的趁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因缘，如果是一直供水的话，也是可以积累很多很多的质量所以如同这样，我们现在在自己就是适合的适合自己的，而且自己做到的部分来积累质量是很好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南扎一样。那我们就是藏地的水那么亲近的话，阿底峡尊者说藏地为什么不一直供水？这个部分来说到，就并不是说活菩萨就很渴，一定要有很多水要喝，不是这样的。但是西藏人如果是想要修行的话，这是靠水一直供上去又撤下来，又供上去又撤下来，供1000供10000供10万供，那个去100万供那种，就是能够可以有多大的功德，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功德。那这个对西藏人来说的话，主要是有想要修或者是修的心，那么就你实践挪出来的水是很容易找得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像这样，我们现在在这个现在的一些人们来说的，也是自己可以能做的到的部分是非常重要。就是供曼扎的时候，我们就供曼扎的材质、曼扎的这个怎么说，曼扎盘也好，贡品也好，这些并不是特别难但是呢，就是有没有这个实践，有没有想要做那么就是有的情况下，这个过程当中能做到多少次，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像苦修一样的。去经过的话，那就非常的重要。自本作人着康中